来。我怕女子心境贵人，穿进我贵宾，我娘娘。
好，看见那些唠唠叨叨的大人，实在头痛难耐。是的，我们班的西方这我超代而无他风，你农业穷而赏花草，真好，也得身体早上如此，农穷上眼睛，上欢喜翻心，真比王兄观沧海而辽阔此远，故大风而亘古清新啊，终究是落地懂。老弟，朕以民政财长阿美圣赐百下小业，今日不醉不归呀！请。
何必见了你？曾经求你别去。这关于亲手之皆不必开，是不相见者吧？曾经不相之面，只相随缘。那今日你我便是有缘了。昨晚此生，我却远头生情，但求一世真心真心。你以为皇帝休了你真情哦？皇上。
好吗？王龙少可以叫师爷了，既不是王龙少。美弟弟，你们好美呀！我是我既不是王龙少，今日妈妈不是，我妈今日呀，既不是王龙少，你谁干的？不是。王龙少没来。哦，他受伤了。他不晓得是。他亲了一下，睫毛。谁亏得满了么？娘娘是的是，愿请这去太后宫中问安，必人高抬。你肯定很紧张。跟你落佛气，有呢。我呀，给我苗子。
谁找一个平安回去挺好，我跟你说。放不放？只要一个定期。什么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的天，婉儿，我们把年轻，还唯有孩子，你的孩子连爹娘都没有见上一面，这一下子将娃为弟，将为弟，把他逼宫死过，也越相为死过不是啊。他是上至谁中权柄，谁不将为非作歹，请皇上赐夺他此番而公子权。婉儿，从今往后，四郎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婉儿，王大。沈贵人公主来报，沈贵人放在陪人天下无当时。啊！快说，沈贵人怎样了？皇上，文太医真在举止，沈贵人性命保释了，身怀必心。姐姐，此后臣将沈贵人推下后堂。奴婢看见是王娘娘公主的男子，是王妃，一定是王妃，是王，这王他，你可清楚了？到底是为人推下后堂，还是自己失足了水？是看见。我看清楚，我奉着你操了的公才不是。来人，下去乱棍啊！兄弟也不救。你得朕和婉儿先去推往沈贵人，就是朕即刻去到。皇后。不惜民非性命，甚至不惜断绝王室，你过分了！你是皇上，我余生为你一生争王，可婉儿是一道冤枉的妻子啊，是啊。
远不会有孩子，也永远登不上王儿之位。为他华生一族，利用王室养性，皇帝进宫之时，这就名声在他专用的婚姻相中，闻人所想。害死了这的孩子，这也要让他永远没有孩子。两件都可以。这是怎么了？我想回家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这里都是我的家，这里是你的夫君家。你真是我的父亲吗？他是阴曹医生，环儿夫人抢了你的亲眷，你也是该送就送，该杀就杀吗？这邪不正守后生，降落江上几穷。明白，请皇上按朕申请为将。皇帝的女人是不能为家的。哎呀，可算是皇帝，这本来就是皇帝。
藏着别人，这啊，是路。
我请不得就来给啊哈。你是两季青的，有几个有么？你是有个人吗？不一样哦。小姑娘吃哟，不这样，是啊。妈呀，我不一样。红酒也不一样哦，叶都不一样，长江湖都不一样。去哪肯定找你们吃对，攒一份的尝尝。本好听不好听？老的，我都老的，蘑菇。那蘑菇王辉个分开，现在一本身要是我一怎么样？灵魂身上不平，可我你精心谁呀？呀我放飞去师兄。红纱的分对情，
父亲为他为我关我百岁，凡亲归。能这样的能量去动吗？天寒地冻，你千留不便，请为保对。昨晚谢说皇上，生是皇上之臣，死是皇上之贵，我儿。叫我婉儿死亡啊！我在山中换过1000遍1万遍，你听见了吗？婉儿是皇上求你不该先人吧？生生一定哪一天起，是谁早先先于你？
竟你这也是无辜呢。今日是王妃娘娘生日，共结往请我，骗你不去。难道妹妹不知王妃总想自我于私地，我赌他，枉赌不见你。
众生都到华妃那里才去了，不必尽力带我相走。可你逍遥此生，我也要时间来到这坚固的山地一方你我只想天天看着你，看着我飞行间与生争宠，看着我对你终身恋爱，看着我深深心无心啊，看着我就不爱你人生被你是知道，
你不抛弃我，也因为你我儿死，不要再死了。什么？与父老算会神法。
跟我要自己上的呀。啊，跟现在是我家的。啊，其实他也是，是你了，你忘记。并不，不是哈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不要为国，不要为国，娘娘，请先生，你的心当这样王爷，娘娘为不了呀。请你死，我心已死，请求你，请让我随他一起去吧。娘娘。
小你善良。一次爱来生，永远心，背起了共生共死三黑泪，不为了青春生命要留下我空一浪我死。世界要到了，要继续为你更一步。我感觉是，现在讲。
云先生，请公用一路前往进城。娘娘，云先生已经3个月了，王爷查询已有4个月0、8天，难怪不知你。再给别解释哈，刚才你再给别解释。皇上已将发配给我3岁入狱的老太孙请回进来，你亲呀，世上信呀，娘娘早说为公，也不负女断句。听君心，言外有意，色中香。方知他死于江，非心上。
另有拜见娘娘。本宫知道你回来的，娘娘昨晚生宫内官，回来回宫的官走，不按来土当了。可是娘娘和我还一人最美之情哦。娘娘，今日一旦死神，万贵妃便是我终身之敌了。
你是一个好。关系旁谈笑望对头做春生敬我一下。晚会
必去内官司同外的生意，冒充王室天中为公。皇上是，一是对上去贿赂，官嘛官贵。这个二年是的是那个。内官出过四位平地，你同之才。皇上，万贵妃初到官路时，不问情况，手算作弊，进行悄悄冷清，曾本着一家诚信，先去就是，还望皇上明察。万贵妃。可就苟且之子，皇上命受中官定万贵妃以死妻于。此对情言，皇上不是不早，点过了要问真心。这
是心伤心，可惜奈我就是情，凌云风上重相见，苍天垂怜有情谁？这从此心系碎，了难辨，心痕相爱于此情。好用，哎。王中我是队长皇上，臣请了安。唐三年正王思想温贵妃温太医四等该死，唐三王之死正那诬告之臣该当后才。杀！你是温贵妃与温太医有私情，官正后才。官正就在，得是你情。言既有你，也必要言。好，年少年，皇上。这是皇上龙体金贵，亲眼上见。这孩子才是温贵妃、温太医所生，这是在他俩身上付去一滴鲜血。唐三两血相拥，就会亲生儿子。凡是这华贵妃温明，该当死。好，还是为陛下的知道。皇上，就按为陛自己也。
当就是杨家，必须你请。跌落嚟啦。